有了这些红薯，加上军师调来的粮食，中州城坚持个把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可临近饥民得知中州有粮，全往中州来，这些粮食依旧捉进建州。 这位姑娘为何如此面熟？敢问姑娘因何来此？看将军这身打扮，可谓是判若两人。将军，原来是班将军，还请恕罪。无需自责，一时间没有换洗军装，便与城内姑娘借了身衣裳。想不到将军穿上军服，英姿盎然；卸下军服，竟如此清丽脱俗。哎，军师，你为何如此想不开呀？此话何意？ 将军与军师两人不是已经……赵忠，我与将军此刻以解决百姓饥荒为重，其他的事无需再提。报。何事要报？哦，那个红薯发完了。方才不是已经报过了吗？为何你又要来报？站岗安排。 张猛不是交代下去了吗？报。你又是何时来找将军？我忘了。退下吧。怎么回事？一个个没头没尾跑来禀报。依荣某看来，应全是来一览将军美貌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所以请将军换回军装。 军装才洗，还没干呢。着男装也可以。敢问军师，为何如此在意？在下是在意，若士兵见了将军女装，影响将军的威信，产生无谓的困扰。可是依我所见，这威信不是建立在男装或女装之上的。至于困扰，到底是我的困扰，还是军师的困扰？ 将军，朝廷此时应该已经得知消息，属下以为赵忠之事应重新考虑。王部将，中州的状况你也亲眼看见，难道你要我杀了灾民向皇上复命吗？属下只是怕皇上一气之下降罪于将军与军师，这抗旨之罪可是要杀头的。王部将不必担忧，此事我会一肩扛起，定不会拖累于你。 将军，属下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当官的就知道怕，难怪百姓受苦。将军，在下有些私事，需私下禀报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属下告退。 今日找将军，我是想说，军师，可否觉得最近有些奇怪？的确有些奇怪。有些话想说，一直不便开口。荣某也有很多话藏在心里。眼下只有你我二人，我便明说了。荷花，军师，不如我们……我觉得王部将有些问题。王部将。 王部将确有问题，在下早已有所察觉，已派李虎暗中监视他。将军无需担心，若无他事，谢军师。方才之事，还请将军放在心上。什么事？ 和好之事啊！我说和好。